我係嗰個喺香港生活嘅節奏咧，究竟有幾快？請睇 VCR。喺我哋睇嚟咧，天仲係黑嘅早上，香港嘅地鐵咧已經不斷有人湧緊入嚟啦。香港嘅紅綠燈通行時間一唔小心就會錯過，所以好多人都話咧，香港人有飛毛腿一樣嘅速度。香港茶餐廳咧翻台嘅速度仲快過翻面啊！因為咧好多人食中午飯咧，淨係為咗填飽肚啦，之後翻去上班喎。所以好多喺香港工作嘅朋友都會話自己食飯快過打字。雖然咧香港人嘅房好細啦，但係咧佢哋對自己嘅生活仲係有好高品質追求嘅喎。壓抑唔住我自己嘅好奇心啦，去行一下佢哋嘅明珠格力生活館先。哇，好高級、好大、好靚啊！香港人咧對家電嘅品質仲係好有追求嘅喎。哇，你估下呢個咩嚟嘅？箱子。唔係啊，空調啊，格力帳篷空調啊，佢細細一個咧，攞出去戶外咧都好方便喎。分問呢個係天才吧？調到26。哦，誰在說話？他嗎？是啊，這是我們格力至尊空調，它是全屋物聯生態管理，所以剛剛是它其中一個功能 AI 語音控制。佢居然唔係對住我吹啊！佢係有上下兩個出風口啊！佢係向上吹啦，或者向下吹喎。咁樣咧，夏天又好涼爽喎，冬天成身暖粒粒，連吉笨底都可以暖得到啊！唔係好似嗰啲普通嘅空調咁啦，直吹住我塊面啦，吹到我鼻又乾頸又痛。而且咧，呢個空調咧會自己調整到屋入邊最舒服嘅溫度，咁就唔使驚太凍或者驚中暑咯。哇塞！鮮花冰箱喎！是的，這款冰箱是從果蔬自身生理作用得到啟發，對艙內溫濕度、光照進行多維控制，可以促進光能轉化為養分和能量。我們平常果蔬存放10天依舊新鮮，鮮花25天依舊鮮豔。犀利啊！鮮花咧都可以保鮮得咁好，何況係食材，太懂生活啦！我知道咧，香港嘅果蔬咧超級違貴，所以呢個冰箱咧就好符合我哋嘅需求。我覺得咧喺香港行嘅明珠格力生活館啦，就好似行咗家居展會咁啊，好幸福好治愈。格力今次咧面對香港市場帶嚟咗咁多高品質嘅家電啦，令香港嘅快節奏咧多咗一絲家嘅溫暖，令我感受到咧格力從好空調格力做到好電器格力做呢個實質變化。